中间隔断的墙，主是平安，主是平安，将忧虑献给他，因他顾念你，主是平安，主是平安，将忧虑献给他，因他顾念你，主是平安，主是平安。弟兄姐妹平安，我们今天要来阅读诗篇116篇1到19节。开始前，我们先来祷告。亲爱的阿爸天父，在一天的开始，我们满心欢喜，感谢主你所赐的平安。求主你赐给我们安静的灵，来领受主你话语的浇灌，透过圣经指引我们在迷茫困境中找到正确的道路，帮助我们去除旧的老我，成为新造的人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圣名求，阿们。诗篇116篇1到19节。第一节，我爱耶和华，因为他听了我的声音和我的恳求。第二节，他既向我侧耳，我一生要求告他。第三节，死亡的绳索勒住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第四节，那时我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耶和华，求你救我。第五节，耶和华有恩惠，有公义，我们的上帝有怜悯。第六节，耶和华保护愚蒙的人，我落到卑微的地步，他救了我。第七节，我的心啊，你要复归安宁，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。第八节，主啊，你救我的命，脱离死亡，使我的眼不再流泪，使我的脚不致跌倒。第九节，我行在耶和华面前，走在活人之地。第10节，我信，尽管我说我受了极大的困苦。11节，我曾惊惶地说，人都是说谎的。12节，耶和华向我赏赐一切厚恩，我拿什么来报答他呢？13节，我要举起救恩的杯，称扬耶和华的名。14节，我要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。15节，在耶和华眼中，圣明之时极为宝贵。16节，耶和华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使女的儿子，你已经解开我的捆锁。17节，我要以感谢为祭献给你，又要求告耶和华的名。18到19节，我要在耶路撒冷当中，在耶和华殿的院内，在他的全体百姓面前，向耶和华还我所许的愿。哈利路亚。以上诗篇116篇是一首深刻的感恩诗，描述诗人在经历极大痛苦与死亡威胁后，对上帝诚挚的回应。这诗篇常常被称为爱与还愿的诗篇。在现实生活里，有些人因为面对困境和病痛煎熬，或众叛亲离的痛苦，而选择放弃生命的希望。他们以为遥遥无期的痛苦会随着心跳停止、气息没了、脑波终止而结束。对他们而言，放弃希望似乎
比继续坚持容易，至少无需面对永无止境、充满未知的苦楚。表面上看起来，痛苦好像随着死亡而消失。然而，姑且不论死亡是否真能终结死者的痛苦，可以确定的是，对他身边的人来说，往往留下更深的遗憾和难掩的悲伤。在信仰历程中，面对困境是我们一定会有的遭遇。最大的考验是在身心灵痛苦中不断呼求和怀疑的挣扎。理智上，我们知道上帝是全能的，也是垂听祷告的神，但情感上，我们却怀疑上帝在我们的困境中为何保持沉默，毫无动作。许多疑惑于是出现：我如何继续祷告？上帝真的会垂听吗？或者祷告只是自我催眠？这篇诗篇展现了信仰中受苦、祈求、蒙应允、感恩的完整历程。从诗篇116篇诗人的经验来看，上帝并没有挪去他生命中的困境，诗人甚至屡屡陷入艰难、受威胁的险境，包括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阴间的痛苦抓住我，我遭遇患难愁苦。对一般人而言，陷入这般的艰难，可能很快便开始埋怨上帝的冷漠无能，然后离弃信仰。但诗人却宣告他爱上帝，因为上帝垂听他的祷告。尽管眼前的困境重重，压力如排山倒海而来，诗人仍保持单纯的信心，继续仰望上帝。即使心中沮丧苦不堪言，诗人在谷底深渊中仍宣告上帝的慈爱、怜悯、恩惠，因他相信上帝必拯救他，使他脱离生命低潮。这是何等的信心啊！诗人并没有否认困难的存在，或天真烂漫地沉浸在属灵的信心氛围中。诗人坦诚面对困难，并承认，我说过我非常沮丧，但我仍然相信。我因惊慌而说没有可靠的人，但我仍然保持信心。在那看起来令人绝望的处境中，诗人选择仍然相信上帝，并对上帝心怀感恩。当诗人处在深坑的时候，信心就像一条救命绳索，让他紧紧抓住上帝，丝毫不放弃。诗人反思如何报答神，答案不是金钱财宝，而是举起救恩的杯，公开承认神的救赎，赞扬他的名，见证与赞美，向神还愿，履行在困境中对神的承诺。在15节，在耶和华眼中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。这句话安慰了无数在困难中或面对临终的人，表达了神极其看重属于他的人。祷告是人在沮丧中的力量与盼望，更是在困境中人能坚定相信的重要秘诀。现在困境的你，是否仍然坚定相信上帝呢？我们来默想，在困难重重包围、试炼不断临到的当中，我如何靠主得胜呢？最后，我们来祷告，用爱包围我的上帝，你知道我的难处，这些困难使我快要放弃。然而我知道你爱我，并会赐下够用的恩典，
求你帮助我，在等候的当中，仍然怀抱希望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是平安，他已拆毁中间隔断的墙。